就請嚟北部都會區諮詢委員會嘅委員劉國勳同我哋傾下呢個話題啊。劉國勳你好。早晨，大家好。早晨，你好。嗱，先講一個跨境流動要素啦。根據呢你對文件嘅理解咧，而家政府話考慮將有關嘅措施咧擴展到去河套香港園區以外嘅地方嘅可行性咧，係咪指其中嘅三流，即係數據流、物資流同埋資金流？而你嘅睇法又係點樣呢？我認為呢一個嘅安排都係好合理，亦都係重要啦。咁大家都見得到啦，其實北部都會區喺國家15規劃裏面咧，都係列入咗國家嘅戰略啦。咁而河套其實個園區嚟講咧，只係得87公頃咧，嗰個規模咧可能唔足以咧係好好地承載整個國家嘅戰略嘅。咁而北都作為一個平台嚟講咧，正好係對接啦。咁而我哋見得到咧，其實而家我哋即係北都。無論喺嗰個硬件上面有好多跨境嘅基建啦嘅硬聯通已經係即係做緊啦。咁但係點樣去步入一個規則銜接嘅軟聯通咧？咁呢個正正就係透過人流、物流、資金流、數據流方面咧，係要打破壁壘嘅。咁同大灣區咧係創建一個即係比較創新嘅體系啦。咁我哋見得到整個北都裏面咧，其實而家除咗河套啦，亦都有新型科技城啦。咁亦都有洪水橋嘅產業園區等等啦。咁我哋同大灣區接壤，其實我哋本身北都嘅優勢嘅。咁所以如果要打破一啲嘅要素流動方面咧，咁我諗整個即係北區能夠係北都嚟講咧，係提供更多嘅即係地方咧，係去作為一個創建人流、物流、資金流、數據流打通嘅呢個，我覺得都係重要嘅。嗱咁，但係呢，北都嘅範圍都相當之大㗎啦。咁究竟我哋需唔需要即係去劃定一啲指定區域咧，限制喺嗰幾個區域之內先至可以俾呢啲嘅要素去到流動咧？我諗呢個亦都係可以即係逐步試啦。咁我哋見得到，其實專屬法例本身個優勢就係佢唔係巨細無遺咁嘅規定嘅，咁佢都係定咗一個主題嘅框架，跟住留有彈性嘅。咁隨住北都嘅發展需要咧，係可以透過即係附屬嘅法例逐步去補充嘅。咁呢個係比較穩健，亦都係具適應性嘅。咁所以我哋睇翻咧，其實而家如果要喺河套園區以外最合適係邊啲地方咧？咁肯定係嗰幾個嘅產業園區噶啦。咁舉個例就係例如就係新型科技城啦。咁我哋都見得到，其實我一直都推動一個大河套嘅概念嘅，就係我哋河套一區兩園，分香港園區同深圳園區。深圳園區300公頃，但係我哋本身河套香港嘅園區咧得87公頃嘅啫。咁所以規模上面都有個差距啦。咁所以嚟緊新型科技城、洪水橋測園，甚至乎沙嶺嘅數據園，我都覺得係可以做一啲嘅即係點作為呢啲跨境要素流動嘅便利點嘅。事實上你見得到咧，孫東局長咧早前都提出咗啦。其實佢話用白名單同埋報備形式咧，係促進河套合作區深港兩地嘅數據流通咧。呢個安排咧係可以考慮咧，係伸延去到新型科技城嘅。咁所以我覺得喺啲產業園裏面咧，先做呢一啲嘅數據流通咧，係會比較合適啲嘅。但係當地方越多嘅時候咧，我哋又點樣確保呢啲嘅即係數據流、物資流、資金流咧，係真係只係喺呢啲嘅指定區域入邊先至流通咧？咁當然咧，即係我哋喺設定上面咧，都係要有一啲嘅防火牆啦。咁所以你見得到點解今天我哋可能先從呢一個嘅即係人流嘅白名單先做起先，就係呢個可能係相對容易做啲嘅。咁我哋國家啦其實都強調，即係我哋要發展嘅同時咧，都要即係顧及國家安全嘅。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講要統籌安全同發展啦。咁所以我哋而家要做嘅就係邊項成熟咧，就推出邊項。咁而我哋如果日後可能喺嗰個數據流或者資金流裏面成熟嘅時候咧，咁我哋都可以透過附例咧，喺呢個專屬法例裏邊咧係增加翻嘅。咁我舉個例就其實數據過河的確係一項挑戰嘅。咁所以就算可能我哋要設立數據過河嚟講咧，都唔係所有嘅數據都係可以去即係完全流通嘅。咁可能我哋定咗一啲嘅範疇。舉個例就係我哋而家要發展呢個生物嘅醫藥同埋健康
嘅科技等等。咁我哋就先將一啲生物嘅樣本嘅數據咧係可以容許咧。咁講緊跨境要素流動，講緊唔係單向嘅。咁除咗係即係內地嘅數據落嚟香港，我哋香港一啲嘅數據都會上去內地。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即係重要嘅安排，要喺安全嘅情況之下咧，係打通呢啲壁壘咯。嗱，另一方面呢，就係對於簡化城規程序，去縮短土地申請更改用途，又或者係發展參數所需嘅時間呢。咁根據而家嗰個嘅即係新嗰個簡化程序嘅做法啦，就可以由而家嘅9個月啦，縮短到去2個月嘅。嗱，諮詢嘅時候呢，有啲意見就認為呢，應該將簡化城規程序嘅適用土地範圍收窄，例如呢，就排除埋濕地緩衝區啊、農業地帶啊、農業優先區同埋具保育價值嘅發展。又或者咧，只係適用於咧同產業相關嘅土地用途等等。不過咧，政府就冇採納到呢一啲嘅意見，亦都喺文件入邊重申啦，簡化程序咧就唔會適用喺自然保護區、郊野公園、綠化地帶等保育地帶。而喺簡化程序之下咧，相關嘅申請咧仍然會係邀請公眾提交意見啦，同埋由城規會審議。亦都認為咧呢個建議咧其實就已經回應咗市場發展嘅需要同埋自然保育需求之間咧攞得到個平衡啦，你又點睇呢？我認為其實即係喺呢個安排裏面咧，城規會咧仍然係扮演一個把關嘅角色啦。咁同埋更加最重要咧就係我哋北部都會區係香港嚟緊嘅新嘅中心啦。其實我哋而家嘅做法即係將即係北都原來可能北區同元朗呢啲地方咧係同翻市區嘅規劃睇齊嘅啫。我哋睇翻，其實我哋本身喺市區裏面咧，去申請一啲臨時用途嘅安排咧，係比較簡單啲嘅。只不過過去我哋可能唔想即係高度發展新界啊，亦都覺得佢未必係一個市中心。咁所以新界咧係佢特別係有張叫 DPA 發展嘅管制圖，係管制咗佢發展嘅。呢一啲係喺香港其他嘅區域，例如市區係唔會有嘅。咁所以今次嘅專屬法例嘅安排，我覺得都只係將可能一啲嘅規劃嘅工具或者措施係同翻我哋嘅原來嘅市中心市區去睇齊嘅啫。咁而整體嚟講，我自己亦都對城規會作為把關係有信心嘅。嗱，但係咧，如果我哋睇翻啦，譬如頭先提到嘅農業優先區啦，嗰個政策嘅原意咧就係達至鼓勵有關用地做常耕用途，有呢個咁嘅政策目標噶嘛。咁但係假如我哋將佢都放埋入去，即係嗰個簡化程序入邊，其實會唔會某程度上係打破咗咧原本農業優先區設立嘅呢個政策目標咧？我諗我哋土地都要睇兩種啦，第一種就係可能原先嘅目標啦，第二種我哋都係希望鼓勵善用土地啦。咁如果真係農業優先區，但係佢係優先，唔係話永遠都係做農業啦，啱啊嘛。咁但係真係未可能冇咁多嘅農業要發展嘅時候，咁我哋可能都可以考慮下係咪有其他唔同嘅產業可以發展啦。咁更加重要，頭先都講啦，城規會係會把關。舉一個例就係可能我哋就算發展農業都好。我哋想發展一啲同農業相關嘅產業，或者現代化啲嘅農業，喺裏面可能都係要涉及一啲嘅安排，係要喺城規會裏面咧係申請嘅。咁今次嘅安排咧，其實係可以咧將嗰個時間係縮短咗嘅。咁所以我自己睇翻就係其實我哋係有一個工具係提供個制度嘅彈性。咁但係呢一啲同樣係亦都有個工具去進行一個把關咯。嗱，最後啦，其實你睇埋呢個北都專屬法例啦，同15規劃入邊，即係發展北都嗰度咧，應該點樣去對接啊？我諗其實我哋即係北都嚟講咧，其實就正正係我哋香港嘅未來嘅中心啦。喺我哋主動去服務國家戰略嘅時候咧，要由一個超級聯繫人變做增值樞紐嘅角色。咁呢個增值樞紐咧，其實係需要可能喺裏面係更多嘅融合啦。咁頭先都講啦，除咗基建嘅融合，規則或者軟件嘅融合都係重要。咁所以如果能夠進一步進行一啲嘅跨境要素嘅流動咧，咁我相信係可以即係強化到我哋一個增值樞紐嘅角色咧，可以主動地咧係更好地服務國家嘅。好啊，多謝晒你，劉國勳，傾到呢一度啊。